多樂士津彩天然彩晶石藝術漆，天然裸岩，多彩原生。今次我哋會用 Basic Khaki 呢個顏色做示範，總共需要一層底漆、2層津彩天然彩晶石藝術漆以及1層罩面清漆。開始之前，請確保牆面清潔乾淨。首先滾塗1層底漆，待乾1至2小時。之後將多樂士津彩天然彩晶石藝術漆充分攪拌均勻，用不鏽鋼灰匙取出適量嘅藝術漆批刮2次。第1層請從左至右、上至下橫向批平1次。批刮面積達到約1平方米嘅時候，需要用灰匙收平，以1粒砂紙嘅厚度為準。待乾2至4小時，再用同一手法批刮第2次。批完第2層嘅5至10分鐘之後，立即用塑膠搓板以打圈方式搓出基本紋路。待4至5成半乾時，再用同一手法平搓1次。建議分小區域施工，以免藝術漆乾透，令搓板難以搓出理想效果。最後，等多樂士津彩天然彩晶石藝術漆完全乾透，用油碌滾塗1層多樂士津彩藝術漆罩面清漆，咁就完成啦。多樂士津彩彩晶石藝術漆賦予空間清雅簡潔嘅藝術質感，紋理清晰細膩，質感柔和高雅嘅天然砂質牆面效果，備有45隻色彩，適合多種家居風格。施工簡單，容易打理。多樂士津彩彩晶石藝術漆，讓你盡顯個人獨特風格。Dulux Ambience。